隱藏係南屏山上嘅風味燒豬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阿偉，歡迎收睇澳門7零後頻道。今日有朋友從萬幾公里過嚟請食飯，咁就當然要揾啲有地方特色嘢食啦。一於去試下南屏北山上邊嘅燒豬，可以開車直上去，有個好大嘅停車場，呢度風景都可以，環境清幽，風涼水冷。而家係中午1點半，唔算多人。點咗隻豬先，490、18蚊一隻，確實唔係貴。去睇下佢哋嘅出品過程先，將備好晒嘅乳豬整理好，修剪一下就放入掛爐燒，用明火將隻備好嘅豬仔烤至金黃色，聽到啲爆皮聲，真係流晒口水。其他菜都陸續上，差唔多50分鐘，紫乳豬就上菜啦。乳豬皮超級脆口，同埋隻豬唔怕肥，最重要係好入味，唔怕有豬騷味。整體出品都算 OK， 而且菜品價格又唔貴，食飽咗喺附近行下都唔錯，會有下次。今次分享到呢度，多謝各位。